new avenue into the world of films. Second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nd Awards, Macau. 邊個話保濕產品只係表層補水 ？Neutrogena 釋放由內而外嘅保濕力量。Neutrogena Hydro Boost 肌膚水源自生科技，締造48小時無間水暖，持久水潤透亮。Neutrogena 工作爆多，日日做到眼乾眼攰眼爆炸。你需要 McRhythm 蒸汽溫熱眼膜，約40度溫熱蒸汽，即時舒緩雙眼，輕鬆醒神，雙眼精靈晒。晚晚瞓唔好，忙足全日，日煩夜煩，壓力爆煲。你需要 McRhythm 蒸汽溫熱安睡貼，約40度溫熱蒸汽，持久深層放鬆，一覺瞓到大天光。McRhythm 為你打打氣。經濟、房屋、教育、安老、勞工、創新同科技，就算方向同步伐因人而異，讓我哋一起同行，擁抱希望，分享快樂。想知道施政報告嘅詳細內容，請瀏覽 policyaddress.gov.hk。每日早市完結，同你總結大市走勢。午市開市前做好分析，幫你提升投資表現。瑞通輪證特約早市戰報，星期1至5中午12點，下午12.9，午市進擊，無線財經台。早市戰報及午市進擊係由瑞通輪證特約播出。大息上升，公司業績參差，拖累美股下跌，道指曾經跌近200點，同標普500指數都錄得7星期以嚟嘅最大跌幅。美國總統特朗普話，聯儲局下任主席可能人選已經減至到2至3人，包括現任主席耶倫。據報國家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科恩已經出局。美國總統特朗普下月訪華，商務部長羅斯期望可以即時達成一啲經貿協議，但係就預計喺市場准入、保護知識產權等嘅問題需要更多時間討論。我係歡迎收睇環球財經消息。紐約股市下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曾經跌近200點，同標普500指數都錄得7星期嘅最大跌幅。收市道指係跌咗112點，報喺23,329點；標普500指數跌11點，報喺2,557點。部分公司季度業績欠佳，包括有特殊開支同收入少過市場預期，加上美國國債孳息率上升，美股受到影響，各類股份普遍下跌。有報道話，總統特朗普仍然考慮俾聯邦儲備局主席耶倫連任，消息影響國債息率升幅收窄，大市收復部分失地。道指上日創新高之後回落，曾經跌至23,200點嘅水平，下晝早段最多跌190點，收市同標普500指數都係跌近0.5%，係上個月5號以嚟最大跌幅。運動鞋生產商耐克盈利預測樂觀，股價升2.8%，係表現最好道指成分股。飛機製造商波音跌2.8%，係跌幅最大道指成分股。美國電話電報跌近4%。喺科技股方面，晶片股超微半導體跌1.3%。納斯達克指數收市報6563點，跌34點。無線電視陸子琪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聯儲局下任嘅主席可能人選已經減到2至3人，亦都包括現任嘅主席耶倫。據報國家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科恩以及係前理事沃爾殊都可能已經出局。特朗普接受霍士商業頻道訪問嘅時候表示，佢仍然考慮緊俾耶倫連任聯儲局主席，認為耶倫表現十分出色，而金融市場狀況亦都反映佢哋兩人合作非常良好。特朗普同時指出，佢心目中嘅聯儲局下任主席人選已經減到2至3人。聯儲局下任主席候選名單當中，除咗耶倫之外，仲有聯儲局理事鮑威爾、史丹福大學教授泰勒、聯儲局前理事沃爾殊同埋國家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科恩。
不過有消息透露，特朗普最少一次喺閉門會議當中話已經唔會考慮提名科恩擔任聯儲局主席。有政府高層官員話，科恩推動稅務改革嘅角色太重要，需要由佢繼續牽頭。另外，特朗普過去一個星期談論聯儲局主席人選嘅時候，已經冇再提及沃爾殊。有共和黨參議員表示，特朗普日前同黨內參議員閉門會議嘅時候，要求議員舉手表態支持泰勒、鮑威爾定係耶倫擔任聯儲局主席，但就冇提及科恩同埋沃爾殊。當時大部分議員都冇舉手，而特朗普最終亦都冇公布結果。無線電視由家輝報導。美國新屋銷售出乎預料上升，至到差唔多係10年嚟嘅最高。美國商務部公布9月份嘅新屋銷售上升咗18.9%，係1992年1月以嚟嘅最大升幅。銷售年率升至到66萬7千戶，係07年10月以嚟最高。市場預期會下跌到55萬5千戶。美國國債價格下跌，主要係受到經濟數據好嘅影響。2年期國債孳息率觸及到9年嚟嘅最高，而10年期嘅債息亦都觸及7個月最高。現時2年期嘅國債孳息率係報緊1.598厘，10年期報2.431厘，30年期報2.944厘。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區政府最快可能會喺今日宣布獨立。加泰羅尼亞自治區同中央政府瀕臨決裂，喺首府巴塞羅那嘅政府總部外面，幾百名學生星期3集會，促請自治區政府盡快宣布獨立。但自治區政府面臨被中央政府撤換，主席普伊格德蒙特夜晚召開內閣緊急會議，多位內閣官員出席，商討應對中央政府嘅方案。會議召開前夕，自治區政府副主席洪克拉斯接受美聯社專訪，話佢所屬嘅加泰羅尼亞共和國左翼黨正係着手籌備成立加泰共和國。呢個政黨同普伊格德蒙特所屬嘅政黨組成目前少數派自治區政府。外界認為意味住自治區政府好大機會喺今日宣布獨立。與此同時，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星期3亦都喺參議院交代引用憲法接管加泰自治權嘅決定。佢重申接管自治權係恢復加泰秩序嘅唯一可行辦法，亦都期望喺撤換自治區官員同重選地方議會之後，能夠盡快恢復地方秩序。無線電視黃振陽報導。今朝早為大家請嚟康正嘅葉澤恒先生幫我哋分析外圍市況嘅。Alan 早晨。早晨啊！加泰羅尼亞啦，最快可能喺今日就會宣布獨立啦。你睇西班牙嘅政治危機咧，如果真係惡化嘅話，對金融市場咧個影響係點樣啊？嗱，睇翻加泰羅尼亞嘅情況咧，似乎而家局勢都唔係咁明朗啦。咁如果你話下晝嚟講，晏啲時候如果真係宣布獨立嘅話，其實好大程度上個金融市場可能會有一個短期嘅震盪，特別係可能喺歐洲股市，特別西班牙股市啊，同埋佢哋個國債方面嚟講，應該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嘅跌幅啦。咁可能會拖累咗成個環球股市表現。而資金嚟講，其實可能會到時候可能會流去日元啊，或者係一啲金方面、黃金方面咧去做一個避險嘅係。咁點解係覺得係一個短期嘅震盪啊？嗱，睇翻嚟講咧，因為其實西班牙嘅局勢咧，似乎就對於環球嘅經濟其實應該唔係咁大嘅，只不過係一個比較局部性嘅地區方面嘅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到歐盟發展嘅政治層面嚟講咧，其實可能會為歐洲內部事情，咁相對嚟講咧，就政治上面嘅角色嚟講，相對地影響得比較大過經濟方面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對於呢個情況嘅話咧，對於環球經濟或者係個股市方面，就相對地影響嗰個速度或者時間嚟講，可能相對比較短啲嘅係。另外關心翻啦，歐洲央行喺今晚會公布議息結果。嗱，你估計咧會唔會宣布開始咧縮減量化寬鬆？而歐元嘅反應咧，你又估計係點啊？嗱，睇翻歐洲央行方面嚟講咧，購買資產方面之前已經係有一個逐步縮減嘅情況喺度啦。咁而家嚟講，估計今晚可能會再減嘅。咁究竟係減晒啊，定係即係暫停完全停止，定係可能減一半先咧？咁我相對地其實估計歐洲央行方面可能比較憂慮，就係佢哋除咗政治問題之外咧，個經濟情況係咪承擔得起？同埋匯率方面嚟講，歐元對美金咧始終係高企喺差唔多1.2呢個水平咧，似乎就觸及歐洲央行方面一個可能叫做唔透明嘅警戒線方面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可能喺呢個情況底下咧，歐洲央行嚟講可能會減一半量寬先，然之後再睇埋經濟情況，可能會再逐步可能出年上半年甚至乎明年6月之後嚟講先再減嘅係。
明白，唔該晒 Alan 咁詳細嘅分析。美國總統特朗普下個月訪華，商務部長羅斯就期望可以即時達成一啲經貿協議。不過預計喺市場准入等嘅問題上，需要有更多嘅時間討論。美國總統特朗普下個月3號起出訪亞洲，行程最後一站係中國，預計會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競選嘅時候主張美國優先嘅特朗普，嚴厲批評中國嘅貿易行為，又經常將貿易戰掛喺嘴邊。雖然仍然冇實際行動，但外界相信中美貿易仍然係此行重點之一。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喺出席活動嘅時候表示，特朗普希望喺訪問期間同中國達成即時同實際嘅貿易協議，好似5月出訪沙特阿拉伯嘅時候，通用電氣同波音立即可以簽署大額訂單一樣。相信雙方會面之後會有得體嘅成果公佈。但係較複雜嘅問題，例如係市場准入、技術轉移、知識產權同關稅等，可能要更長嘅時間去討論，估計唔會喺今次嘅行程有結果。尤其係網絡戰問題，羅斯相信難以有任何嘅共識。佢又批評中國雖然倡議自由貿易，但係所有貿易政策都充滿保護主義行為。羅斯特別提到日前閉幕嘅中共19大會議，形容習近平嘅地位同已故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睇齊，大量上嘅新領導層當中，未見喺繼任人有明確嘅部署。至於同加拿大、墨西哥之間嘅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佢預計談判將會延續到出年嘅3月，未能喺原先目標嘅今年底完成。現時正係討論最具爭議嘅環節，但係拒絕透露分歧係啲乜嘢。又話美方寧願談判冇共識，都唔願意接受劣質嘅協議。無線電視陸子琪報導。巴西放慢減息嘅步伐，符合市場預期。巴西央行議息之後，一致決定減息0.75厘，改變過去4次議息之後一次過減息1厘嘅做法，指標利率降至到7.5厘。巴西央行話，當地嘅經濟放慢情況改善，如果情況持續，下次嘅議息適宜進一步放慢減息步伐。但係實際嘅情況就要視乎經濟活動、通脹前景，再平衡各項嘅風險。央行嘅聲明就冇提及，預計會逐步終止放寬貨幣政策嘅週期。美元匯價下跌，美國耐用品訂單同新住宅銷售都遠超預期，但係市場有獲利回吐，美匯指數喺93水平偏軟。歐洲央行喺禮拜4開會，市場都預期會宣布開始每月減少購買資產。歐元受到支持，英國經濟增長加快，加息預期有升溫，支持到英鎊對美元升至到超過1星期最高。另外，加拿大央行就加息取態審慎，加元受影響，對美元跌至3個幾月低位。美元匯價最新表現，對日元係113.68，英鎊1.3269，瑞士法郎0.9894，歐元1.1818，加拿大元1.2799，澳元0.7706，新西蘭元0.6875，對港元係7.8034。金價先跌後回升，受惠係美元匯價下跌。紐約期金收報每盎司1279美元，升咗70美仙。現貨黃金最新報1279.38美元。美國原油庫存上星期係出乎預期回升，拖累油價下跌，但係美市嘅尾段嘅跌勢有減弱。倫敦期油收市更加係倒升返，報58.44美元，係上個月25號以嚟嘅最高，升咗11美仙。紐約期油結束3日嘅升勢，收市係報每桶52.18美元，跌咗29美仙。美國能源部公佈原油庫存上星期增加超過85萬桶，係5個星期以嚟第一次有增加。市場預期會減少257萬8千桶，汽油嘅庫存就減少546萬桶，蒸餾油庫存減少524萬桶，減幅都大過預期。睇日本股市啦，而家日經平均指數升到64點，升幅有0.3%。休息一陣，轉頭返嚟再睇下。監測中國上季調整後物業經營現金溢利按年升近4%，去到超過6.5億美元，好過市場預期。
眾紅星雲集獅城，頒獎台上流露真性情。我會繼續努力 ，thank you。我真係好中意演戲。視帝視後最佳劇集全城見證。我今日終於攞到呢個獎啦！多謝 ，thank you。星王無線電視大獎2017，星期六晚9點半翡翠台。近80%受訪人冇準備突發醫療開支。做嘢忙都擔心健康㗎，公司醫療唔夠點算呢？忙都要為自己着想。信諾升級醫療保，每日3蚊就有額外高達港幣100萬醫療保障。做足準備先有得享受沿路風景㗎。信諾自選醫療保，入院免按金，出院免找數。個仔入咗校隊，成日出國比賽。運動好易傷，幫個仔買我哋份全面嘅醫療保險，先至放心。信諾專上醫療保，每年提供超過港幣2000萬全球醫療保障。投資喺健康，除咗想健康有保障，都想有回報。信諾108 Return 健康全面保，期滿後可獲108% 保費回贈。信諾全線醫療保障計劃，靈活配搭，為你與家人健康生活做足準備。信諾真係同路人。Samsung Galaxy Note 8全新登場。香港寬頻特別優惠報導，香港寬頻針對指定電信商推出 4.5G 流動通訊轉台優惠，12G 只需月費218蚊，包埋 TV Super 手機 App， 仲有12個月免費賣 TV Super 電影組合，唔夠用俾多80蚊，即享無限數據不限速，逐個月計更加抵。睇埋 TV Super 追劇睇戲，直播點播點都得。特別優惠報導完畢，香港寬頻。This is the place you can enjoy your life. Enjoy your life. Enjoy your lif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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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A time to dream. A time to love. A time to fly. 你可以有數唔完嘅方式感受澳門呢度嘅獨特風味，令你喺每一時刻、每一角落都感覺到快樂同驚喜。與世界同步發展跨世代嘅鐵路版圖，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將於2018年通車，與國家高鐵網絡接軌，經鐵路前往內地城市嘅時間快咗超過一半，促進旅遊、商貿、專業服務、教育、文化交流同埋人與人嘅聯繫，帶來無限機遇，鞏固香港作為區域交通樞紐嘅重要地位，聯繫更遠，成就更多可能。江慶欣睇準商機，創辦電子錢包生意，估計今年賺過1000萬美元。經歷係點？佢買樓又有咩心得？仲會講下眾籌有咩優勢？實德金融集團特約，理財有道。今晚9點半，無線財經台。理財有道係由實德金融集團贊助。快快節目時間。金沙中國上季業績好過預期，經營現金溢利升近4%，表現係近3年嚟嘅最好。公司又宣布斥資係超過11億美元，擴建啦喺路氹金沙城中心等嘅項目。澳門賭業持續復甦，由於中場同貴賓廳投注額都跑贏大市，支持金沙中國業績好過市場預期。上季調整之後嘅物業經營現金溢利按年升近4%，有超過6億5千萬美元，係近3年嚟表現最好嘅季度。收入淨額升2成4，去到4億美元左右，總收益淨額升1成2，有超過19億美元。由於睇好繼續有增長前景，金沙宣布3年內投資超過11億美元。擴建同裝修路氹金沙城中心，仲有4季酒店，改名做倫敦人。喺呢個綜合度假村項目加入倫敦地標，同時加建一棟酒店，提供近300間客房。預計工程出年第2季開始，需要2年左右。With the Parisians' early success and momentum now clearly established, the time is right for us to create another landmark attraction on the Cotai Strip. We are laser focused on being competitive across multiple segments
by offering unique attractions and enhancing our current offerings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growth in this dynamic market. 金沙預計，隨住內地訪澳旅客回升、港珠澳大橋落成等，都會帶動澳門賭場生意，有信心中場收入增長可以加快到雙位數字，毛利率介乎40%左右。金沙特別提到，舊年開幕嘅巴黎人已經成為遊客必到景點，物業經營現金溢利按年升超過27%，每日中場贏額近250萬美元，係項目運作以嚟嘅新高。無線電視黃文軒報導。由騰訊分拆嘅閱文集團今日開始招股。由騰訊分拆嘅內地網上文學平台閱文集團，全球發售超過1億5千萬股，其中約1成係舊股，合共最多集資超過80億。今次上市保薦人包括摩根士丹利、美林同埋瑞信，並唔引入基礎投資者。截至上半年，閱文平均每月有近2億活躍用戶。管理層預期內地在線閱讀市場未來幾年都會有十分之大嘅發展潛力。在線閱讀市場就處於一個快速增長的狀態，預計從2016年的46億人民幣增長到2020年的134億人民幣，達到30%的年度複合增長率。市場的驅動的增長的驅動因素主要包括版權保護環境的改善、付費意願的提升、用戶規模的擴大。除咗內地市場之外，管理層亦都表示今年會推出國際平台，擴展海外市場業務。閱文今次招股，每股招股價範圍介乎48至55蚊，以每手200股計，入場費約11000蚊。股份會喺下個月8號掛牌。無線電視陳樂君報導。中海油第三季銷售收入升7%，管理層有信心達到全年嘅產量同埋資本開支嘅目標。原油同天然氣平均實現價格上升，利好中海油第三季表現。營業收入按年增長1成半，至到372億元人民幣。總結頭三季，營業收入就有1160億元人民幣，按年升近3成。期內油氣銷售收入較舊年同期增加近1成7，由於國際油價回升，集團平均實現油價升至每桶50.87美元。至於淨產量有1億1600萬桶油當量，雖然按年下跌1%，但頭三季合計已經完成全年目標超過7成半。我們這個進度呢，產量進度是領先於預算的安排的。但是呢，下半年的情況呢，跟上半年呢稍稍有些不一樣。第一個呢，就是下半年影響我們生產的這個颱風比較多。第二呢，你們也關注到呢，實際上我們有2起的這個海上的事故，也會影響到一些產量。所以呢，我們按照目前的情況來說呢，也不準備調整我們年初發布的這個450到460個百萬桶的這樣一個這個指引。資本開支按年微升大約1%，至到117億元人民幣。不過頭三季加起嚟，佔全年預期上限700億元都未夠一半。中海油解釋，根據以往經驗，大部分資本開支都用喺下半年，現時無意調整全年目標，最終或者會按下限600億元完成。對於中央政府致力提高天然氣佔能源消費嘅比例，中海油話旗下天然氣產區主要位處南海，但北方先至有強勁需求，形成錯配，對銷售構成挑戰。公司將會設法擴大天然氣銷售，配合國家策略。無線電視潘麗瑤報導。一齊睇下報章嘅財經評論同消息摘要。經濟參考報評論文章：國企下半年改革動作頻頻，資本市場已經有32間嘅國企停牌籌劃重大資產重組。19大會議強調要深化國企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出年將會係國企加速改革之年，更多國企將會進行混改。證券日報評論文章。借資本市場推進國企混改，可以令到老樹發出新芽，既可以利用各類資本市場大力推進國有資產資本化同證券化，亦都可以喺提高相關企業競爭力同埋效益嘅同時，亦都令到上市公司嘅質量得到改善。21世紀經濟報導評論文章：人民銀行結束連續6日嘅大額淨投放。
稅期將過，人行就即刻結束公開市場淨投放。據近期金融監管趨嚴嘅表態，今年全年資金面預計會係中性偏緊，未來2個月情況會類近8月同9月，流動性特點係偶爾會緊一下。外電報導，歐盟傾向為英國提供20個月嘅脱歐過渡期，較英方要求嘅2年要短。英國衛報引述歐盟高層官員話，無論英國以乜嘢形式脱歐，都必須喺2020年12月31號，即係財務承擔期結束嘅時候，同歐盟劃清界線。歐盟亦都會堅持英國喺過渡期內要繼續遵守漁業配額嘅政策。英國政府就回應話，過渡期應該係2年，越早達成共識，能夠減少不必要嘅爭議。維達國際上季經營溢利按年升超過8%，賺2.5億。雖然控制銷售、推廣費用以及係行政開支，但係未能夠完全抵消木漿成本大幅上升嘅影響，毛利率就要跌1.6個百分點，收益可以升超過1%。兗州煤發盈喜，預計首3季嘅淨利潤按年急升大約3.7倍，推算係賺超過47億人民幣。主要係受惠行業去產能，令到煤炭價格大升，煤炭銷量亦都有增加。交俾同事講下最新嘅天氣情況。各位早晨，係李文欣同大家睇天氣。今日天色唔錯啊，而且都幾乾爽。先睇下分區氣温。截至上晝7點鐘，各區嘅最高氣温介乎21.5至25.3度。至於最低氣温就介乎19.9至22.4度。一齊睇下衛星雲圖啦。東北季候風持續為華南帶嚟晴朗嘅天氣。預測天晴，日間天氣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嘅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晴乾燥，下個禮拜初天氣稍涼。預測今朝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就介乎低至高嘅水平。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係7，強度屬於高。再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潮州、梅州、惠州、深圳天晴。東莞、中山、江門同珠海天晴。清遠、廣州、肇慶、湛江天晴。哈爾濱同石家莊天晴，瀋陽、北京同天津多雲。南京、合肥同杭州多雲，武漢天晴。桂林、貴陽、南寧、海口多雲。西安、銀川、蘭州同西寧天晴。昆明多雲，重慶同烏魯木齊有雨，拉薩天晴。天氣先講到呢度啦。財經消息都睇到呢度，多謝收睇。星期日晚8點半。點解我杯會有滴血㗎？啲血你㗎，我唔想死啊！我要驗 HPV 啊！我冇 HPV 啊！永叔，做乜個樣咁鬼鼠咁啊？唔知道啊，以為佢係老公添啊！喂，其實咧我襲警奇兵，星期日晚8點半，翡翠台連環煲劇2小時。Tiger 祝賀 TVB 節目熱爆全城。做生意或者冇固定入息，需要資金周轉，唔知銀行批唔批到？我信賴 GS Credit， 任何物業貸款只需簡單文件，最快24小時內資金到手。貸款新角度 GS Credit， 中谷借錢梗要還，咪俾錢中介。好想多謝每個關心我嘅人，俾我最好嘅滋潤。多謝京都念慈庵蜜煉川貝枇杷膏。小朋友都有健康呵護，天然草本加蜂蜜，滋潤護喉嘅全新京都念慈庵兒童枇杷蜜。
瑞邦證券是你致富之選。環球知名學府，莘莘學子趨之若鶩。Oxford 同埋 Cambridge 都係英國最古老嘅大學，幾百年咧都仲係屹立不倒。出國留學非易事，而及早準備。IELTS 嘅認受性都比較廣泛。EF 留學遊學團特約，升學無疆界。星期二晚8點半，無線財經台。升學無疆界係由 EF Education First 特約播出。顛覆傳統，女人當家，掀起商戰風暴。周瑩唔大當家呢個位，你死咗條心啦！我要沈家將所有生意全部嘔翻晒出嚟。一個江湖賣藝出身嘅女人，同我鬥，仲爭好遠。獨具慧眼，周旋官商之間，捲入連場生死惡鬥。貝勒爺乜嘢忙都可以幫，包括幫到我。我低估咗呢個世道嘅黑暗殘酷，又高估咗自己。那年花開月正圓，星期一晚7點，翡翠台。歡迎收睇《開市前瞻》，喺度繼續呼籲家庭觀眾啦。喺交易時段入邊，繼續可以透過即時通訊軟件啊、電郵方式打我哋嘅熱線電話31062771咧，繼續同我哋分享你哋嘅股票方面問題啦。我哋會繼續邀請嘉賓同主持咧，就繼續幫大家解答有關方面嘅問題嘅。嗱，尋晚見到美股方面咧，道指就有個回吐啦，回吐成過百點嘅。嚟標普500指數咧，就更加見過7星期以嚟最大嘅跌幅啊！嗱，不過呢排啦，都成日話港股咧又唔係好跟美股走嘅。之前美股升咧，我哋冇乜點樣喐嘅，甚至乎要喺高位度回吐添。究竟最新嚟講，恒生指數會點樣走咧？即刻揾埋灣仔嘅主持同埋嘉賓傾下啦。今朝早主持就繼續有李家慧 Lorraine 喺度，另外咧嘉賓方面就揾嚟陳偉聰 Jason 喎。大家早晨。早晨啊！早晨啊，Hello！早晨。哇！尋晚見到美股方面咧，就有啲腳仔軟啊，開始啲企業業績嗰啲消息好似就唔係咁好啦。道指方面又回吐過百點啦。嗱，不過美股業績期咧，其實仲爭一啲好重磅嘅科技股噶嘛。嗱，你覺得有冇機會再借業績咧咁樣再升上去啦？嗱，對港股呢邊啊個影響究竟係點樣啦？嗱，業績嗰邊其實睇緊即係呢2個零禮拜啦嚇，即係美股出嗰啲業績咧，其實整體又唔差嘅，只不過就話即係有啲嘅公司可能出到嚟第三季係 OK，咁但係對於第四季個展望又好似冇預期中係咁樂觀啦，咁所以個市場上邊就借呢一啲嘅機會啊，就做翻一個回吐啊，咁所以可能都令到個別一啲業績